貓狗狗姐仲大過膠條，你竟然講可以放在車上防身，我看你係想食我彈頭。等陣我買回來我洗單我就捏翻你盒子，我哋聽完是吧？经常开车出门，又不知道在车上放什么最安全的，推荐这个聚酯牛津棒，直径3厘米和4厘米，能任意弯曲，回弹不变形，而且怎么敲也敲不烂，把它放在車上合情也合理。視頻同個膠條，我就買回來啦，使到我39蚊嚿，花條靚，我嚟踩，免費諗，幫我點藥。嗰條嘢長度係50公分，嗰隻直徑咧係4公分。嗱，您掉掉đó。哎呀，cái回彈性都唔錯，氣真係可以烤碎火箭㗎。而家我哋去試試啦。而家我揾咗幾隻火箭過來，嗱，整個，我哋嚟烤烤咧，睇睇氣烤得甜冇？哎呦，乜甜啊？哎呀，真係得㗎！我哋再試試兩球睇睇烤甜冇？咪得呢，兩隻咪得啦。啊，甜醬呢？哎呀，得喎，咁大力點乜揀事？哎喲，得喎，你哋睇呢，烤到火箭仲係好厚喎，我點解咁力㗎條嘢啊？嗰條嘢呢我就測啦，效果呢你哋都睇到啦，佢確實可以烤碎箭頭啲嘢，但係講呢就嗰條串嘢竟然賣39蚊嚿，我個人認為太貴了，就冇推薦俾你哋咯。下一期你哋想睇我測咩？打評論區呢，我喐啊！